看看看。啊，这个叫中兴车站了，它的假日哈可以坐那个小火车，哦，蓝色那个小火车，远方那个叫5分车，通往柳营那边。哦，你看，是旧的火车头。新营糖厂铁道那一区，然后呢，还有卖那个，有机肥料的话，140块，以前130块。哦，这边还卖冰品呢。哦，你看卖车票的地方，叫中兴车站。哦，那个好像有个无敌铁金刚的。